南投日月潭边的高级饭店，伫营业期间生意是有够好，平均房间计销超过1万，大房率阁逼近9成。这个业者讲啊，尤其对饭店的品质要求比较早较悬，所以讲高级饭店的生意才好。 我们的湖景套房，那这个湖景套房是最受到欢迎的那个房型。日月潭这间高级饭店的湖景套房，采装潢真有古早味。啊，伊上厉害的所在，就是伊边的窗门会当看到日月潭真水的湖景。那从这个阳台走出去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日月潭的湖景。 有山有景，心情嘛对咧水，真受到游客欢迎。根据交通部公布2022年观光旅馆营运统计，平均房价上贵的就是这间饭店，爱1608080块，计销上贵，大房率嘛要活9成，完全无因为高房价或者是进前的肺炎疫情受到影响。过去这疫情当中，国人非常重视高品质度假的这个旅游的观念。 在这3年当中受到了重视。另外，平均房价嘛超过1万的，搁伫咧日月潭的这间高级的温泉酒店，有经典日本式的房间、榻榻米设计，含高级的皇家套房，同款看到日月潭的湖光山景。交通部公布的平均房价是14563块，大房率超过6成，有61.02%。饭店讲，因为各路开放，反映无价成本，房间定价确实有调关1000多块。解封之前。 日月潭这边的游客量的确受到蛮大的影响的。去年10月多解封之后，都已经有逐步恢复往年的游客人次的一个水准。日月潭虽然冇受到疫情大影响，不过因为是知名景点，加上游客对大品质真要求，南投的高级饭店才当伫咧疫情解禁，生意嘛变真强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